早前同大家講過 TVB 嘅新晉花旦劉永璇，今集就講下同樣係港姐出身嘅郭柏妍啦。郭柏妍自小於青衣長大，曾經就讀東華三院吳長村紀念中學，長大後畢業於香港大學食物安全管理碩士課程。佢2020年參加香港小姐奪得季軍，隨即成為 TVB 合約藝員。出道後短短2年就憑劇集《下流上車族》中所飾演嘅車千千一角，獲得飛躍進步女藝員獎。佢陽光嘅外表同性格受到唔少網民歡迎。2022年，佢於《歡樂滿東華》上同一眾演員獻唱，因為走音而被網民笑稱為魔音千千。不過佢就表示唔介意，後來更加喺劇集《非常日誌》中再次表演魔音，為劇集增添喜感。大家又點樣睇呢一位出道僅5年嘅新晉小花呢？